这是美国之音在6月7号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的严重暴乱事件以及它所凸显的民族矛盾，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除了民族冲突之外呢，中国各地近年来群体抗议事件不断发生，维权抗争行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考验着中国政府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今天呢，我们有机会邀请到美国国会研究局2009年中国人权报告的主要撰稿人托马斯·拉姆博士，围绕这些问题呢，和中国的听众观众展开讨论。拉姆博士呢，他在节目中说英文，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中文声音。因为我们是现场讨论，所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参加讨论。无论是就刚刚发生的新疆维族动乱和政府的抗暴措施，还是中国各地发生的维权抗争行动，向拉姆博士提问题，或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下面就是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参与节目讨论的具体方法。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再拨866-837-5161。另外呢，我们也要提醒您，美国之音的节目除了通过短波电台和卫星电视播出之外，您也可以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并浏览其他最新报道和音像资料。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在我们节目现场讨论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接通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涛的电话。了解一下呢，新疆动乱事件的最新动态和最新发展。海涛你好。许波好。海涛你好。观众大家好。好，我想呢，新疆乌鲁木齐的这个严重的骚乱事件，时隔1天之后，我想请你介绍一下呢，这个事件还有什么最新动态，都有哪些最新的发展？实际上又有不少最新的动态啊！这个骚乱是从星期天的下午一直到晚上开始的，当时呢就死了150多个人。但是星期一稍微停顿了1天以后呢，星期二也就是今天呢，又发生了2到3起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就是集会游行，还有2起至少和警察和防暴部队发生了这个冲突。第一起就今天上午有好几百这个妇女、然后儿童还有老人，他们呢就出来就跟这个到乌鲁木齐访问的外国记者、海外记者来抗议他们的家人被带走。后来呢，这些人呢也遭到了警察的驱散啊。但是到了中午或者下午，又出现了2起比较大的这个骚乱。有一起是有好几千人，主要是汉人，他们拿着棍子和这个斧头，还有铁棍等武器吧，然后就满大街的找那个维族人，看来是对这个星期天的这个维族人打汉族人进行一种报复。这批人呢也和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也把他们驱散了。据最新的消息呢，到晚上有不少维族人呢又在火车站附近这个聚集。那么这个情况呢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好，许波。好。看来事态的进展呢还在不断的发生。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事件的有关各方，包括中国政府，还有呢维族的国内外团体，他们对这场事件是如何定性的？他们都有哪些主张和要求呢？先说这个中国方面呢，就从新华社也好，从这个新疆自治区这个主席努尔白克力也好，从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也好。等等的方面，他们都是指责这次的骚乱是境外的，特别是在美国的热比亚女士她操纵的、她控制、她策划的，以致导致于这个发生了这样一场大的骚乱。那么在海外呢，就是热比亚所属的这个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呢，他们有个发言人叫迪里夏提多次跟各国媒体说呢，这个问题是中国自己内部引起来的，起因是在广东韶关的一个玩具厂，有一些维族人受了虐待，然后被打死。这个消息传到这个新疆以后呢，当地的维族人气不愤，然后就是到这个政府前请愿，妥善处理这类事件，这样的发起来的，就是这个双方的说法相差很远。总的一句话就是中国政府指责
境外的维族人团体造成了这次骚乱。那么境外的维族人团体呢，他们说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这个少数民族政策实行的不好，而引发了这次骚乱。好，那么海涛最后一个问题中国国内的舆论界，包括香港媒体，对这次事件以及中国政府随后的这个因应措施是如何评价的呢？那么中国国内的媒体呢，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他们的稿子来定调呢。他们这个中宣部规定，他们的宣传口径不能超过这个新华社这个口径啊。那么海外就不太一样了，在香港呢，属于自由派的报纸，比方说苹果日报啦，或者明报啦，还有南华早报，因为南华早报呢，他们就可以放开一点，就是对这个中国的外交就是少数民族政策也提出一些批评，特别是近几年来的，他们认为这近几年来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呢，没有给少数民族，特别是没有给这个维吾尔族带来足够大的这个好处，以至于好多这个维吾尔人呢就心生不满，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一些报纸，比方说亲北京的报纸，比方说《文汇报》《大公报》，他们的表达的一种意见和观点呢，基本上和新华社是差不多的。这点呢，可以从他们的这个经费来源啊，或者他们得到的指示啊，等等这方面都可以来看出许波。好，谢谢海涛，谢谢海涛。接下来呢，我们就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节目的现场讨论拉姆博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好，新疆的骚乱事件呢，我们都知道过去已经2天了，但是刚才我们香港记者介绍说呢，事态还没有这个完全的平息。那么您呢是研究中国人权问题的专家，您撰写的2009年中国人权报告呢，也专门提到了新疆维吾尔族的问题。那么我首先想请您呢谈一下您对这个事件的观察和您的评论。首先，我对于这一次的骚乱事件当中的受害者，不论他们是汉族人还是维族人，我都感到非常的抱歉。这是因为新疆缺乏政治还有言论自由的关系。还有一些其他我们看到的趋势。我们必须要仔细观察。还有另外一点，我想到的就是，我想在中国，必须要全国都来讨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应该只有政府还有网络上在讨论而已，在地下讨论而已，应该要公开的讨论，让大家的想法都聚在一起。好，这个动乱事件发生之后呢，中国政府和新疆地方政府呢，迅速采取了他们所称的抗暴措施镇压了这一次，迅速平息了这个事件。据报道呢，他们逮捕了上千名超过1000多维吾尔族人士。那么您对中国政府和新疆地方当局的这个因应措施有什么评价如果自治区还有中央政府有合理的原因来做这些政报的话，那么他们所做的指控必须要是透明的、开放的，不然他们就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所以我想中国政府必须要降低这个地区的一些紧张关系。现在已经有人遭到逮捕了，那么这样的过程一定要是公开透明的。好，那么从这一次大规模的这个民族骚乱事件来看呢，您认为这是一次偶然的民族冲突呢，还是中国政府的这个民族政策就是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呢？您看？我想这的确凸显了展现出一点，就是政策目前的政策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骚乱可能会继续升级，我们还不确定
但是至少大家有机会可以表现出他们的声音，但是却是使用这种非常极端的方式，很有可能继续持续。好，那么如果把最近这一次新疆发生的民族骚乱和去年西藏3月14号呢发生的那场动乱联系在一起考虑，您认为这里边会有什么必然的这个联系吗？我想这两者是类似的地方是少数民族想要保存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认为他们受到威胁，受到汉民族移民的威胁，他们可能感觉到在经济上被边缘化了，他们受到的限制比中国其他国家受到限制更多，没有办法充分表达他们的意见，所以这两者是有一些相似处的，但是在新疆中国安全的担忧是比较多的，所以这是稍微不同的地方。好，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电话呢来希望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就听听他们都有哪些想法和看法这是美国之音呢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新疆发生的严重暴乱事件以及中国的人权状况。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美国国会研究局亚洲事务问题专家拉姆博士。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向拉姆博士提问题或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下面就是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再拨866-837-5161。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除了通过短波和卫星电视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并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和音像资料。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首先呢，我们接听北京的电视观众袁先生的电话。袁先生，主持人好，请讲。专家好。是这样的，我作为个人来说，首先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坚决反对就是东突分子提出的新疆独立的这个主张，我坚决反对。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认为的话，如果东突分子真的在新疆实现独立的话，那么将威胁到中国的国家的安全，这是我的一个感情非常深的。我因为有这样的先例，如果真是东突分子他实现了在新疆实现独立以后，那么在中国的这个边界这一带的话，就永远不会有安宁了，会产生更大的动荡，甚至会发生战争。这是我的看法。好，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中国的民族政策的话，我有亲身的体会。我在新疆也待过，我有很多的亲戚朋友都在新疆待过。那么首先说的话，肯定中国在新疆地区民族政策是有一定的政策倾斜性，对这个少数民族，尤其是对维吾尔族，他们的无论在这个上大学、受教育，还有这各种福利待遇方面，都给他们比汉人多了很多，有很多的优惠政策，这是肯定的。但是就是其中有一部分这个怎么说呢？作为这个少数民族，他们心里边就是从感觉的民族感情上面，可能有些偏激的地方，尤其是有一些个在这个就是维族人当中呢，有一些个激进分子、民族激进分子，一直就有一种特别偏激的一种这个认识和看法。他们总觉得就是汉族人无论各方面都对他们有这种或者是压迫或者什么，这样就是我觉得这种看法是偏激的，是不公正的。好，北京袁先生。所以我希望就是国际舆论呢对这个事情关注，并能够公正的对待这件事。好，北京袁先生，明白您的明白您的观点了啊。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电视观众，孔先生，请讲。你好，大家好。刚才我听到了新华社的这位先生的发言，我是这样看的。首先，我和他一样谴责暴力，无论是以前王震杀维族人、杀藏族人，还是6·4杀学生百姓，还是今天谁杀谁，我抗议暴力，这是我的观点。好，我们怎么看新闻？
我的经验是反着看。新华社说，亩产过万斤，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你一定要反着看。明白了。好，谢谢。明白山东孔先生的观点。下一位是安徽的李先生，网络听众啊，网络观众。山东李先生，请讲，你在我们线上。安徽的李先生，喂，李先生，李先生，请讲。哦，好的。好，我只想说一下事情。我希望大家不要相信共产党的宣传，大家不要相信新华社，就这么多。好，谢谢。下一位，广东的何先生，也是一位网络观众。广东何先生，请讲。你好，你好，听到？你好。我说，我想说说这个事情啊。喂。请讲，我们听得到。听没听得到？我这个。我是不是可以提问题的？我请问。您可以提问题，向我们专家提问题，可以，欢迎您的问题。问一问了，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跟叶莱亚有关系呢？和什么有关系？就是那个是违规那个叶莱亚。好，好，广东的何先生，但是我们没有听清您的问题，您再说一遍您的问题好吗？就是他是不是这次骚乱事件是不是跟那个叶莱亚有关系呢？问题。我很想知道的真相。好，谢谢您啊，谢谢广东的何先生。刚才我们的听众呢打来电话，分别表达了2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您可能都已经听清了，请您综合回应一下我们听众和观众的意见好吗？Yes, I know it's a very difficult. 好的，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当大家的在考虑国家的这个整合的时候，国家的国家里面的人在讨论的时候，我认为这个问题之上，我还是认为合理的人。还有两边的人是可以找到一个中间的路线，希望可以在新疆达成一定的和平，要求两边的人到中间来讨论的时候，才能找到两边都想要合理的人可以找到一定的协议。I have not seen evidence of a connection, 至于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这一次的骚乱，我并不目前还没有看到市委会还有这一次骚乱之间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在某些角度来看，可以说不管有没有连结都不重要，因为重点是在这是一个示威活动，让他们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所以这次的活动是怎么开始的并不重要，而是他们如何处理才是最重要的。好，那么我上网看到许多网民呢对这件事情表达了他们自己的关注，绝大部分网民的观点呢同意，就是说我的腐败的政府他也太欺骗百姓了，我觉得就是打到墙上，多打一点，我觉得好，我觉得就是这样搞。好，明白您的观点了，广东潘先生。我觉得中国的政府太共产党太腐败了，就是打击共产党，就是我这样共产党就。明白您的观点了，谢谢您潘先生。下一位是宁夏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在我们线上，请讲。我说3句话。请讲。第一个就是乱杀无辜的就是恐怖分子，第二个就是你如果有本事就杀贪官，杀贪官就是英雄。第3句话就是中央台说的话不可能有人相信，没人相信。3句话。好，谢谢您，宁夏的马先生。那么刚才我们听众还是发表2种不同的看法。您对我们许多听众打来的关于对当前就是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因为不公平就应该采取暴力的这个打砸抢烧这种做法，您回应一下好吗？To return violence or to 您是说 violence with violence？以暴来回应暴力是吗？当然这样子的政策2个错误并不代表可以有一个正确的政策出来，所以
任何人想要表达他们的言论都不应该用暴力的方式，否则就会变成一个永不止境的这个回圈了。好，谢谢刚才您谢谢这个拉姆博士，刚才您对新疆问题的这个评论和看法。现在我们把新疆问题呢暂且放在一边，我们谈一下中国的这个就是中国这个更广泛的一些人权状况。您在2009年人权报告这篇文章当中呢您提到了，就是美国国会议员现在他们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看法一致吗？有什么分歧呢？在这个问题上I would say there's not a consensus. 他们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有很多人的看法，比如说3种观点，可以分成3种观点。一种人认为他们非常担心中国人权的状况，他们相信人权的情况在中国越来越糟糕了，这是其中一种观点。那么另外一种观点是比较复杂一些，他们并不只观察政府的运作情况，也看社会的状况。但是大部分的国会议员都有很多事要处理，所以他们并没有很多时间去专门研究这些问题，所以这其中的复杂度要了解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第3种观点就是比较实际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可以在中国试着提倡人权，但是我们也想要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所以在国会是有不同的观点的，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好，那么您呢，在这个人权报告当中呢，也提出，就是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一幅混合的图画，就是说呢，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存。那么您给我们详细谈谈中国的人权状况都有哪些积极变化，另外还有哪些问题呢存在的？For the positive changes, 正面的改变，其中包括是有些是政府的政策，有些是人民的。政府的政策方面，有一些新的政策保护了被指控的人，那么有一些新的政策是保护了律师，还有关于器官器官移植还有政府开放、政府透明度以及知识产权等等的政策。这些政策都改善了中国的司法体系，是正面的。在社会方面，人民可以从这些政策上面得到一些好处。有时候政府并不喜欢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是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人民为他们自己的权利争取他们自己的权利，所以是有两边的，一边是政府，一边是人民。好，那么您在您这个人权报告当中呢，也提到，就是中国现在近年来，中国到处都在发生群体抗议事件和人民的自发的那个维权活动，到处都在发生。但是中国官员有的时候呢，他往往不明白，就是说过去30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对社会不满，还有这个群体抗议事件和这个维权活动呢，到处都在发生呢？为什么？这里原因是什么呢？您看。This is probably a case of rising expectations. 这大概是因为大家的期待越来越高的关系。中国人现在大部分比以前更加有钱，但是还是有人。甚至有人比之前还更有钱了10倍，所以这是期待变高，还有贫富差距的问题。我想，还有一些问题，包括政府官员还有商人，他们利用新的这些商业机会，经济上的机会，还有大家都更加了解他们自己的权利在哪里，所以一般人民他们知道，他们应该为自己的权利去争取这些权利。
好，那么说到您刚才提到人们的期待，人们对政府的期待程度在提高。那么根据西方的这个政治学的一般理论呢，就是说，当人均收入超过$1000的时候，这个时候人们的这个温饱得到了初步的解决。这时候人们呢开始出现权利意识，就是说开始维护自身的、关心自身的权利。那么当人均收入呢达到$3000左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政治意识开始在人们当中浮现，人们开始要求参政议政。那么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呢已经超过$2000了，大概2008年的最新统计数字。那么您认为中国社会是不是现在就是老百姓开始对政府的期待越来越高了，所以社会呢开始进入高度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了呢？Yes, I think a lot of academics and even members of Congress 是的确很多学术人士还有国会议员都在谈这样的理论，就是我们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在谈这个理论。但是中国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第一个就是中国地方非常大，如果中国只有江苏、只有北京、只有上海的话，可能在朝向民主的制度上面路上会走得比较快一些，这是其中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想中国政府到很大的程度上，人民还是很支持政府的。如果看到台湾也有类似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但是国民党去到台湾，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得到人民相同的程度上的支持，所以与人民之间一直都有这样的紧张关系，所以紧张关系有时候是可以带来民主的。好。现在我们继续呢接听中国大陆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我们欢迎中国大陆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无论是就刚刚发生的这个新疆骚乱事件呢，还是就中国更广义的这个民主人权问题呢，发表你们自己的看法，提出你们自己的问题。好，下一位是德国的易先生。德国易先生是一位网络观众。主持人好。你好。我今天注意到德国的朝野政党呢，都一致要求中共克制，而且呢需要允许外国观察员进入新疆进行独立的报道。我认为和20年前8964屠杀和去年的那个拉萨藏民抗暴事件一样，这次新疆发生的这民众和军队的冲突，中共的喉舌呢又在宣传有外国势力煽动。我想问的，难道是全国各地发生的那些民众维权抗暴事件都有外国势力煽动吗？今天中国的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暴政已经是忍无可忍了，还用外国势力煽动吗？和20年前一样，中共的喉舌媒体滚动地播出所谓打抢的镜头，继续呢火上浇油，是中共的喉舌在煽动社会的族群之间的仇恨。我想问一下这个大陆的这些五毛和愤青们，还有御用文人，你们是在为主子说话呢，还是为百姓说话？你们想一想，世界上有许多的流氓政权，但是有哪个政权像中共这样拥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敌对势力？由此可见呢，中共的这个政权呢太不得人心，它是中国社会一切灾难的根源。谢谢主持人。好，德国易先生，谢谢您的发表的意见。下一位呢是四川的李先生，电视观众。四川李先生，请讲。四川李先生，我提两个问题。听得到不？听得到，您抓紧时间。四川李先生，好嘞，我提两个问题。一个是政权，还有就是人权，这长哪个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媒体，它是官方这个官方的这个喉舌，他们宣传的东西是有些可以争议的，所以就提两个问题。好，谢谢您四川的李先生。四川李先生提出两个问题，您听清楚了吗？About the rule of government 有关政府的统治对上民主政权是吗？
政权和就是说他提出政权和人权哪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对，人权。好。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啊。Of course, a 当然，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如果两边都可以兼顾的话，是非常幸运的。我想在历史上，政府的统治是需要的，否则就没有一个国家的存在。但是，人权通常也都是政府统治之下产生的，在很多的国家当中，人权都可以是一个比更好的政府、更好的统治方式。所以政府的统治是先出现的，之后是人权。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中国媒体的问题许多中国听众认为中国的媒体几乎就是完全不可信赖、不可相信，完全就是政府的喉舌。您对中国媒体的看法是怎样的呢？I think that's very healthy. 我想这是非常健康的，就算是在民主的国家，在某些民主国家当中，人民相信他们的媒体，他们相信过头了，因为他们说这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我们的媒体一定是自由的，但有时候并不是这样。但我想不要完全相信媒体是很健康的。一定要有其他的媒体选择，要有时候大家会相信不正确的报道，所以政府还有自由媒体是要共同存在的。好，我们继续呢，来听听听众和观众的想法。下一位是广东的郑先生。喂，好，请讲，广东郑先生。我觉得完全的、彻底的反对暴力，这是片面的因为你看各个国家这么多，大家都反对暴力，结果还都有军队，都有警察，警察也都有武器，军队都有非常先进的杀人武器，说明暴力看你怎么用，对吧？武力看你怎么用，用的正确的就是好的那么你看看新疆究竟为什么626在韶关发生的事情会到乌鲁木齐去造反，我就觉得这里面在宣传当中有一点，这个中共的喉舌确实有一点在煽动，在造假，这个肯定大家应该弄清楚才好说话。你看这个韶关究竟这个人是怎么被打死的？如果这两个是歹徒在那干坏事被打死，那是活该，对吧？你也没有必要为了这两个在那里去搞那些民族仇杀。你把汉人在那里好好的在那里工作，在那里生活，你那些维吾尔人你在那干什么？这样不好。好，四川我是这么感觉。明白了，广东的郑先生。搞清楚究竟是。好，明白您的看法。下一位是四川的方先生，方先生。主持人好，嘉宾好。请讲。我说实话，共产党应该内部改革。有一部分共产党员他们确实是变质了。我想问嘉宾一个问题：究竟有没有国外势力的参与？要是有，也是不利于中国，同时也不利于世界。美国不要支持这种，应该反对。少数民族汉人在法律面前应该是平等的。好四川方先生，明白您的意见了下一位是河北的安先生，电视观众，河北的安先生，安先生请讲。这个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新疆这个事情它的发生包括这个西藏这个事件的发生。为什么解放以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这么不稳定，这个离心力这么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过。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少数民族地区他也没有说提出过要独立出去或者是闹什么事情，历史上非常团结。这个问题值得这个中国这个领导层要考虑的，不要老是怨老百姓。中国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专制造成，专制是动乱和战乱的根源。好，谢谢您。你不要认为说是外国势力，外国没有势力。好，谢谢您谢谢河北的安先生。还是两种不同的观点。外国势力问题，在外国势力这个问题上呢，有的听众呢认为，就是说这一次呢，提出问题，究竟向您提出问题，究竟有没有外国势力参加？就您观察。另外呢，有的听众就是完全否认有
外国势力的参与，您的看法？还有1分钟的时间，请您简短回答。I don't know the 我并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有外国势力介入，但是我的感觉是，这一次的示威像之前的听众说的一样，是在广东的一个工厂当中的这个问题开始的。但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还有看政府如何处理这样的事件。好，那么您看，就是究竟外国势力、外国团体、外国维族团体，他们最近呢，在这个国外也经常发表一些言论。您认为外国维族团体跟这次事件究竟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您认为？I would probably the foreign Uyghur groups do keep. 我想这些海外的维族的确是不断的在谈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常常在印刷品上面看到，这是中国人民可以继续观察的。谢谢您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